Hello 姐姐。Hai. Hello， 你叫咩名啊？我叫第三女Kusuma Putri。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23歲，ma'am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。有幾多個啊？一個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2歲。2歲 ，OK。咁你識照顧乜嘢啊？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。照顧老人家 ，OK。你可唔可以幫婆婆按摩啊？可以咩？可以。識唔識推輪椅啊？識咩？識嘅。如果可能要幫婆婆沖涼啊，你識唔識啊？識咩？都識嘅，喺學校有學㗎，係咪啊？OK， 有學嘅 ，OK。如果 share job 咧，同埋另外一個姐姐一齊做嘢，你得唔得啊？得咩？可以嘅 ，OK。咁但係要聽話喎，唔駁嘴嘅喎。可以嘅係咪？好啊。可以。係。OK，好啊，OK，唔該晒姐姐 ，OK，thank you。多謝你。好，拜拜。